想讲地先讲袂拄着红一方，拿刀子啊会互 YouTuber 救起来，甲台南历史浓缩伫唱歌跳舞的恋爱故事当中。因为台南400所编的雷海城电波，将伫台南演出2场。透过这个演出，咱讲到一寡你伫台南毋捌知影，毋过你无啥知影代志，所以内底有拿刀子，哦，内底有迄个文和孙情曲，哦，啊，伫我伫这个田野调查内底，我阁发现到。原来咱的迄个土豆鱼羹是西方的食物哦。内海城电波想要传达的是，请大家记得那些我们现在可以往前走，或是可以自由在这边说话、讲话、唱歌、演戏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其实有人默默的承受，然后从前辈一代一代相传到这里。规出戏内底有台语、日本语、英语等等，穿好好洋装，拢伫同一个时空。包括着林百惠、保比楼、麒麟小房等元素嘛搬上舞台，世界拢会当看到台南亮点。其实他把一个历史的一个场域结合到台南人的兴旺，去跟大家说这个台南的故事。文化局表示，这出剧完全产自在地，用在地培育的人才台语发音，邀请大家来看你唔知影的台南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